大家好，我係 Carrie 啊，今集為大家做一個2026嘅世界預測。以下就係我抽到嘅牌啦。第一張 Pay Yourself First， 第二 Power of Player 係3 Clearing Debts， 跟住第四張係 Block Out Distractions， 仲有The Strength 嘅逆位啦， The Tower、Eight of Wands 同埋 The Chariot 嘅逆位嘅，有 Introvert 啦、Indulgence 啦同埋 Merit Making。咁如果係套用喺2026年世界嘅發生嘅事呢，我會覺得係有關財務上啦，因為呢副牌係關於財務嘅，同埋見到啦 Pay Yourself First 啦 Clearing Debts 啦，似乎係有啲國家係有啲債務上嘅問題。同埋呢個咧，我會見到有啲好似呢啲咁嘅頸鏈咧，有啲似係一個嗰啲行星咁樣啦，一個連住一個好似一個體系，有啲唔穩固啦。咁個個咧就顧住自己先咯。同埋我會見到下邊呢3張牌啦，其實呢兩張咧都係講個速度噶嘛，都係快噶嘛。呢個係講力量噶嘛。咁其實全3張都係逆位牌啦。我會見到可能2025年一啲比較興旺啲嘅行業啊、經濟活動啊係會減慢嘅，即係佢冇之前增長得咁快。即係可能係 AI 行業啊，2025年咪係飆上嚟嘅，咁可能2026年就會減慢啲啊。可能係嗰啲虛擬貨幣啊，比如幣啊嗰啲升得好快，但係而家咧就可能個升幅會減慢咯，就冇2025年咁快噶啦。仲有咧，我會見到呢兩張牌啦，大家見唔到有啲似，其實呢度都係有啲針咁樣嘅。咁其實我會覺得係有一啲大嘅國家咧係有啲問題出現啊。可能大家平時會覺得係要依靠佢嘅一啲經濟支柱啊，咁樣佢係會有瓦解咗咁樣咯。咁大家就要小心啦。或者係啲for example 啦，可能即係例如可能係美元啊、美國啊有啲事發生咁樣咯。但係其實呢度有冇好 specific 講緊呢一個國家？但係會係一個好似平時一個好經濟嘅主體啊，或者係一個支柱，佢就有啲問題出現嘅，係關於債務上啦，特別係。另外咧，我就會見到其他國家咧，佢係祈求一啲新嘅嘢出現嘅。如果好似祈求緊啦，去轉向另一個信仰咁樣嘅，只係呢度啦，有啲新興嘅嘢會出現，即係經濟體系啊、貨幣啊，咁係會有啲新興嘅嘢出現啦。另外咧，如果唔講經濟啊，我會見到其實宗教啦，即係可能信仰上係有啲新興嘅嘢，或者大家去留意多咗係一啲宗教啊、身心靈嘅活動啦，咁係一啲新興嘅，可能係一啲信仰啊、一啲教派啊，會出現咯。咁下邊仲有呢度呢兩張牌啦，我就見到係呢兩個人咧，好似係上網查緊啲資料咁樣，佢哋係話一啲資訊去幫自己手嘅。同埋我會見到有一啲可能國家會聯盟聯合起嚟啦，或者有啲係宗教活動啦，大家會去一啲 gathering 咁嘅場地咁樣嘅。咁呢個就係我2026年嘅推測啦。咁希望幫到大家啦，拜拜。